個100幾尺嘅單位住咗 Sandy 一家3口，但唔知由幾時開始，雜物反客為主，連行路都會撞到，想舒服咁生活都唔係易事。我自己唔好識點樣走嘅，邊度有地方就擺邊度。家中雜物堆積，令哥哥想練樂器，妹妹畫畫都好難揾到一個合適嘅位置，母子關係變得好緊張。平常彈的時候你就說擾民了？沒有，我沒說擾民。平時呢張台咧就擺咗好多雜物，所以咧好少我哋3個一齊喺呢度食飯。Sandy 唔只想改善居住環境，更希望騰出空間培養一對仔女嘅興趣，大家多啲空間相處。教我點樣走啊，咁之後咧我仔咧又可以彈吉他，我女又可以喺嗰間書睇畫畫。直到市建局學建關愛義務工作計劃升級再造家居活動出現， Sandy 終於見到轉機。我哋執嘅過程，我哋睇下有冇啲咩咧係真係可以斷捨離嘅。好。計劃安排義工親自上門協助執屋，同教授收納技巧，更耐心引導一家人共同參與。可唔可以俾個小任務你啊？你見到咧，我已經唔需要噶啦，咁你執翻出嚟。好。喺家居整理義工嘅教導下， Sandy 仔女由最初抗拒變到慢慢投入其中。Sandy 亦學識分類同收納物品，執屋變成一家人嘅共同任務。當一家人咧係同心協力咧整理好屋企嘅雜物啦，大家喺騰出嚟嘅空間咧係重新連結啦、交流啦，緩和咗咧原本咧繃緊嘅家庭壓力。同時，一班由市建局同事、香港大學、中文大學、理工大學學生組成嘅義工隊，針對 Sandy 一家3口嘅需要，為佢精心打造一個多功能組合櫃，增加收納空間。呢個家私最特別就係佢可以有個好 flexible 嘅 drawer 去 extend 去俾佢哋一齊做 project 或者係食飯，有一啲家庭嘅時間。喺邊個位？整理好家居雜物，再配合度身訂造家具，妥善擺放好並且發揮多功能，令狹小嘅空間更加宜居。原材料多住，書櫃仔個位咯，同埋好深，所以可以擺啲自己嘅文具啊。我中意呢張新嘅台，可以有更加好嘅溫習，同埋我哋可以一齊食飯，可以一齊講下笑啊。經過半年嘅整理， Sandy 嘅屋企由雜亂無章變得井井有條。哥哥身為市建同樂社區樂團嘅成員，而家終於擁有可以專注練習嘅空間，彈奏技巧大有進步，可以自信咁外出表演。妹妹亦有自己畫畫嘅小天地，盡情發揮創意。同一張台，朝早係書台，晏晝就變成練琴角落，亦係一家人圍埋一齊食飯嘅餐台。3個人一齊喺一張台上面食飯都非常開心咯。而家呢度都乾淨咗好多，希望之後咯可以慢慢 hold 住呢啲好習慣咯。非常感謝有咁樣嘅活動咯。